我哋公司一直相信教育可以改變未來，所以特別重視青少年教育。由2004年開始，已經喺多間大學設立獎學金，為有需要嘅學生提供支援。除咗香港嘅大學之外，我哋仲透過永旺集團成立嘅非牟利機構 Eon 1% Club， 喺中國內地成立永旺獎學金，捐助唔少嘅內地大學。同時，作為負責任嘅金融機構，公司積極贊助理財教育計劃，透過舉辦講座、學校活動、拍攝教育短片等，幫年輕人建立正確理財觀念。我哋仲連續獨家贊助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青年使者計劃超過18年，培育咗唔少未來領袖。公司一直都好支持社區發展，經常都贊助同參與唔同嘅慈善活動，關懷社會上各個階層，包括少數族裔、弱勢家庭、長者等。我哋一班同事仲會親身做義工，幫助有需要嘅人士。另外又會定期探訪長者，向佢哋派發福袋，見到佢哋開心嘅笑容就係我哋最大嘅回報。公司多年嚟回饋社會，獲得唔少社會認可，唔單止同永旺集團嘅未來願景保持一致，亦係我哋對創造可持續未來嘅承諾。